客家移民祭典27透早伫咧新竹新埔义民庙举行。总统蔡英文表示，今年祭典仪式受到疫情影响，不过会更加笑念移民也团结的精神。政府甲人民会做伙来对抗疫情，稳定经济。一年一届的移民祭典是客家族群非常重要的日子。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祭典规模比过去缩减，不过重要的仪式包括采灯歌、放水灯、各低功比赛，拢照常举行。在这个疫情有转剧烈的时候，美国、日本连立陶宛连各界都能够支持支援。当然也要感谢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那台湾真的是福地总统蔡英文买来到现场祈求移民也保庇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感谢执政团队的努力，让疫情得到控制。今年以来，大家都一起度过了台湾面对疫情、水情和风灾的挑战，因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政府和人民的共同的努力，齐心面对，我们才能够守护家园，让台湾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肯定。受疫情影响，今年的低功比赛剩22个单位参加，而且庙内限制100人，庙外上济嘛敢若500人，希望在诚心祭拜的同时兼顾防疫。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